有3个人被外台耍救无，哇！中区治安中心有派人去现场调查，初步发现讲，这个工地施工时，隔壁楼厝的壁堵拢无堵，顶是无任何防护措施，已经违反法规，所以讲被强制停工，并且罚30万。这个厝倒去的同时，让一间这个林长因兜呢，监视器有翕到讲无因散布这个景象，伊讲当时佫当作是地动，啊，或者施工的营造商姓郭的负责人，加上以为这个驶这个卡拖机的驾驶被依照过失致死罪嫌函上侦办。轰一声，厝落放落，规涂骹弄咧准。涂刷粉是用甲满世界，加了一群了后，用野才豆豆啊散去。厝放落迄几秒，互人看甲是心惊惊。5号这一栋是连到后面的平等街，它的房子很长啊，所以啊，它的屋龄都已经很久了。附近的住户佮掠准是地动，而且到底是安怎施工的时阵厝会放落？劳动部职业安全中心会勘了后，发现施工的现场无任何安全的措施，马上命令营造公司来停工，而且罚30万。更加喊过的就是营造公司嘛无甲这3个人保劳工的保险。做开挖的时候哈，那对于邻近构造物应该要有防止倒塌的设施，类似还不是有的要做地质改良啦哈，或者做一些携程的一些防止倒塌的设施。来看厝要放落进前施工的画面，当时7号的乌水沟啊，淹过我5号厝的部分，敢若拔几支的钢条，淹过5号厝的地基已经有部分是空气。治安中心讲，咧开挖进前应该要有钢管甲5号厝堵咧，较免伊倒去。咱到其他施工的工地来看，拄起好的壁确实拢有骨力支小的钢管。我跟他讲说啊，我们那些都是房子都太老旧了哦，这样你摘下来我就觉得很危险，是不是哦？你慢一点，我们一起哦来申请。我说啊，你要早一点盖，你这个要弄肩部。他说这个没有问题啊。5号厝的厝主想袂到隔壁施工厝煞倒去，佫造成有人过身的悲剧，表示讲会向营造公司要求来赔偿。台中市府嘛强调，营造公司真正有向市府申请拆除的执照，嘛已经照规定来拆掉，了后嘛有合法申请建造的执照。验过建造的过程安全出了问题，全部责任营造公司拢爱担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